迎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。在苗栗棒龙的传统文化很有名，只是过去都是男生负责。去年有女子舞龙队成立，他们是新移民媳妇，来自大陆、越南、印尼不同国家。这群娘子军舞龙的架势可是不输给男生。今天感动时刻带您来看看。敲响鼓声，紧凑的节奏下，舞龙队登场。这支舞龙队清一色都是女生，她们来自印尼、越南、大陆等不同的国家，嫁到了苗栗客家庄当媳妇。瘦小的她们架势十足，动作不输男生。我是拿龙斗，然后我们是需要模具，那是因为我们是每一个的动作哈，就是需要大家是互相，不一定是他是第2节、第3节，大家都已经有联系到。对，因为我在印尼那边就是客家人，所以跟苗栗的客家差不多，对，很接近，所以龙的部分都是在印尼的时候，就是也有很多的龙。去年底才成军的舞龙队，各个文化背景不同，偶尔也会有小摩擦。当然会有时候意见不合啊，可是用方式就是沟通啊，不管是哪里人也一样，沟通就是方式很好，所以我们不会吵架。3个动作哈，花式、招龙珠跟 ending，OK 哈。沟通解决文化隔阂，拉近距离。每一次舞龙更了解客家风俗民情。就是我们客家的那个什么，文化，苗栗客家的文化的，对。可是都没有女生呢。对啊，这是我们外籍新娘想做的独一无二的女龙队。客家庄啊，可以融入那个这边的生活上，所以我们要多学习啊哈，那个客家人的那个习俗啊。OK， 很棒啊！来第4招。娘子军争相回答，认同客家文化。站在最前方拿着龙珠的是灵魂人物，没有他就没有舞龙队。那我们新住民对这个龙也是有一个认同，希望能舞这个龙，让社区看到我们新住民很有心的要融入这个台湾，融入这个苗栗。打破传统民俗，由新移民媳妇接棒传承，继续蔓延客家文化。龙珠开道，锣鼓开拔，舞狮阵中经国际压群龙，跨越文化樊篱，淬炼爱客家的心，在客庄展演感动时刻。